第4棒起立，往前，到预备区，第4棒到预备区，第4棒到预备区，第4棒。红色加油！红色，我说红色，你说加油！第5棒同学起立，第5棒同学起立，其他不用移动，没关系，其他不用移动，你们不要这样子跟着走，等下很容易抽筋。把身体自己伸展一下。不用一直动，你不用一直动，做着伸展就好，做着伸展就好。加油加油！背后5个加油！其他不用在那边移动，做着伸展就可以了，不用在那边移动。很近，红色加油！第8棒起立，第8棒。好，到预备区，到预备区。第9棒起立，好，到预备区。第10棒起立，在椅子前面，你们自己在椅子前面动一动，好不好？在椅子前面动一动。第9棒到预备区。好，第10棒到预备区，第10棒到预备区，第10棒，第5到第10棒到预备区。